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花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1。西番雅书3章17节来讲：你的上帝要花伫你的中间，就是全能的、拯救的。伊要为着欢喜你来快乐，伊要因为疼你来静静，搁为着欢喜你来唱歌。三个来祈祷，为着欢喜阮来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所行信实的上帝，因为你的信实达到强抢，永无改变。主啊，你是时路疼痛的天父，因为你的慈爱大到诸天，永远。主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看顾阮。阮是自卑微软弱的，你竟然欢喜来听阮。主啊，阮就用阮的一生来回报你对阮的疼。无比疼痛的主啊，求你毋通对阮停止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诚实常常保护阮，因为你是全能的拯救者。你要为着欢喜阮来快乐，也要因为欢喜阮来唱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